大家安早，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8日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当日嘅早晨9點半嘅客家新新闻都會喺明路巷頂嚟關心武漢肺炎疫情嘅新型發展。今日咧係拜一咯，又係新嘅一週禮拜開始，啲幾日一週禮拜開始，啲國際方面嘅疫情發展就有重大消息咯。啲早前嘅時間咧，日本媒體 NHK 已經報道嘅，就係講日本同有名同小口嘅藝人志村健。佢哋前一波嘅初到武漢肺炎過後，其實佢下一波嘅假情形都非常鬆動哦，還有聽講佢要用一個壓血膜來治療。唔過呢啲籌備嘅時節呢，就係講假情形呢一直冇整好。啲籌安部嘅時節，志村健喺日本東京嘅醫院來過身呢，終年70歲。聽到呢一啲消息，其實呢本大家知道講都唔判得咯。佢看睇呢日本嘅消息過後呢，接下來呢就要對其他報紙嘅頭版頭條繼續來關心台灣疫情嘅相關消息。啲近邊呢個台媒體其實都有親關心嘅，就係講一下指揮中心針對防疫亞部分又會提出新嘅措施哦。因為新嘅措施係乜嘅呢？我哋看到一個蘋果日報，蘋果日報佢當局呢就寫講假使呢下來大家啲社交亞部分都冇保持一天嘅距離，台灣政府決定愛來發的，佢係用嘅兩種圖本大家來了解哦。佢陳時中呢，佢就講到鴉片做得，鴉片做唔得，佢做唔得咧係乜解咯？做唔得咧也係台灣嘅民眾，佢喺啲 KTV 都好，中國嘅關係來呢，大家同歡喜哦，還有數錢等數安呢。唔過呢，下來呢，為到喺防疫，佢指揮中心就講到嘅，大家呢愛保持一天嘅距離，假使大家呢都啲壓力。幅度啊，管道秘密唔空間呢，素材來中國來互通，鴉片所有都做唔得咯，都危險哦，可能呢會造成大家車尾到武漢肺炎嘅風險。故此呢，接下來指揮中心都來按上愛來禁止嘅。嘅鴉片做得嚟係乜嘅咯？鴉片呢係香港，因為看到啲香港嘅傳統鴉片，啲大家呢都坐到有一天嘅距離哦，韓國有動到嘅等呢啊，作為當個都有夾定一啲交代，就係唔係本人坐，希望你大家啲傳統都好示範嘅時節。沒話要保持一天嘅距離，而呢肯定有啲全世界疫情近來更嚴重嘅，故所呢全世界嘅針對互通社交亞方面都有天數動到東南條規定咯。而呢台灣咪按上未來按用咗，你看到其他國家嘅做法係乜計咯？先先嚟看到呢就係有片嘅亞種圖，頭一種亞種圖係啲內容，亦係啲英國嘅一件偏數都好，也一件啲西來嘅偏數都好哦。所以你看到呢有動到一啲交通啊，都造成到本人封起來嘅，你睇下呢啲上片數嘅時節，其實呢都係緊定要13年按用起嚟，希望你睇下啲片數都好，你唔可以有太多嘅接觸。然後呢，你睇到泰國鴉片。泰國鴉片呢，未動成氣哦，夾到一下衝係要動到飲料店，泰國嘅片嘅飲料當當出名。唔過你假使要動到人，我去買飲料，我擺啲嘅啊，韓國有一啲服務員，我送出嚟時節，我用架身咯。而你泰國嘅片啊，夾到就當時行一種，就係用足夠啊，冇就係用從熟嘅啊。韓國有到點價夾到係用遙控嘅氣茶一種玩具來送一路傳點咯。希望你一路服務時，你唔好同人客太近嚟接觸，按用你就會減少特別多嘅風險。然後呢啲新加坡鴉片上緊啲櫃天嘅東南條，將一啲傳統啊啲定位拿傳點嘅一啲素材，而啲天內空呢都會夾定一啲一格一格黃色嘅一個格嘅，就希望呢民眾呢為照規矩，起啲一啲格嘅都方，咪相互之間呢咪關係呢咪。至少呢有簡單有1.5公尺按用距離哦，就希望呢大家為其他研究嘅，希望呢為減少一條社交互通嘅一條距離同風險哦。喺針對按用嘅部分按用做法，其實指揮中心一下呢就有按上去參考其他國際經驗來按用做。喺指揮官陳時中佢係用嚟講咯，喺指揮官陳時中呢佢就有講到嘅，一下呢其實台灣嘅情形呢比佢按上呢還要好，佢清朝事情冇發生，佢清朝嘅係乜解呢？就係講佢。新疆台灣發生大規模嘅沙期傳播事件，不過按用之前雖然講一下忙發生，不過指揮中心已經動將心，我來準備嘅。佢講呢，佢冇辦法來保證講下來呢唔會發生像按用事件。故說呢，台灣也方面呢，還係愛動將心哦，講防疫呢其實行一步，就係愛考慮一條愛對。
无维持一定距离嘅民众来发咯。认真讲，一下呢，其实指挥中心就动讲嘅，讲三期都方可能会发生一条无针头嘅一条相关感染者，可能会造成大家防疫的困难，未有可能会造成一啲三期传播风险。故所呢，其实下来按用做其他一下同啲讨论当中，嘅指挥中心就有讲到嘅，嘅因为讲台湾一下其实大家防疫感染都同好，一下呢啲记录方都见看得到同多民众啊，啲出去嘅时间呢都有带最嘅咩，还有用一批传糖嘅时间，同到传糖店家都提供一啲从救济那一方面，帮民众来受托。唔过呢，跟民众之间按用嚟保持距离咯，因为讲。跟民众同民众之间可能係保持一條樹存起來，安尼差唔多未係有1公尺，按用做菜其實就做得用樹呢來做單位來保持一定嘅距離，唔是規定都按樣。喺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講，而台灣嘅相關措施可能呢唔會規定到將新加坡鴉片按樣條，故所呢佢會參考其他國家方式係。很用嘅，再過來限制對台灣親合適按用方案，針對一啲指揮中心公布講，一啲沙教會保持一定嘅距離嘅民眾用嘅來看咯。其實針對一啲政府嚟加強一條相關嘅防疫措施，大家呢都知道以後，因為呢其實對家條咪係加油幫助、加油保護嘅。唔講一下民眾未懂少嘅，就係講因為講從一下上下班呢，或者坐公車、坐捷運啊，亦係坐火車時節，大家啲電車時節其實呢為保持一定嘅距離。其實難度當高，而且研究係按到查條度方研究按減嘅，運用嘅保持一定嘅距離，假條實在唔對運用嚟做，那部分呢可能涵蓋等指揮中心再過來做進一步嘅討論咯。三來呢啲關心嘅相關嘅防疫措施過後，我再個繼續嚟關心啲籌備嘅時間呢，台灣疫情嘅情形發展。啲籌備嘅時間呢，台灣疫情方面其實有好消息，沒有壞消息咯。一啲好消息呢，就係講啲上禮拜時間呢，有一啲啲討論，有一啲從這幾嘅一啲護理師哦，佢喺啲上禮拜確天有接觸到武漢肺炎。唔過呢，指揮中心佢就有公布嘅講，一啲護理師其實佢正好多動腳哦，佢啲治療半年過後，也身體呢也嚟做檢測嘅相關嘅檢測都係陰性呢，韓國有體內面驗唔到病毒，故所呢佢正治療半年就做得推薦呢，也咪係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到今有人親腳推薦呢也嚟記錄哦。那我哋針對一啲壞消息嘅部分，就係講啲籌備下注，指揮中心開提記者會公後，本等係公布台灣籌備係新增加15例確診案例，有14例係對境外細路來嘅，有13人係本土感染個案。唔講呢啲籌案部嘅時節，有一個騙人其實嘅情形呢，因為係東松東，佢係一個42歲嘅男性，佢先前呢啲3年初嘅時間呢，有帶團佢係一個旅行團嘅相關人員，佢係一個2歲哦，佢有帶團。帶民眾去到 OTD 同切客，亦都素菜留料。今年嘅佢確定成為到武漢肺炎過後，佢啲籌安部嘅時節未來高升呢，佢對確診都希望長短隔個10年也嘅時間咯。其實指揮中心佢有進一步說明講，其實呢佢係啲。佢係伊個按100空白的一個民眾，佢係啲居家檢疫嘅時節，佢啲17個月有發生相關嘅發燒啊，韓國有相關嘅症狀，佢就基本上上看下後就確診嘅，佢哋確診過後就一次係驗到檢，唔過呢韓係啲籌備嘅時節，驗證啲狀況韓係來高升嘅，也係籌備韓國女疫情嘅情形發展。咁我哋就會講一下一步嘅，其實疫情更加嚴重，唔單止國際疫情可能會對於台灣造成影響，喺台灣嘅無論係民生經濟啊，亦係教育各方面，都有好多一啲疫情動態影響。故所呢，也下呢政府面基建我來決定呢，我來針對產業一條豐富業，我來提供相關嘅紓困措施。呢啲紓困措施係乜嘢呢？清楚要就係講，我來補助員工嘅薪資，新個呢會補助到6萬元按度。也呢就了解講，就係講政府呢相關嘅做法係乜嘢呢？就係講政府大漲業會補助一條員工本單薪資嘅50按度，大漲業有上限係2萬元，總共呢補助嘅期限係3漲業嘅時間。一啲補助範圍要包含餐飲業、韓國有從婚紗業、百貨業同一條非展嘅相關業務。新加呢會啲新嘅就開始啟動嘅。先前呢其實政府相關嘅補助紓困措施係來針對一條從係觀光旅遊業啊，韓國有從一條交通業，唔講係呢要動到業
者也就表示讲，下一步嘅疫情速度以前影响，其实都冇买胜利好做，也就强强就会挨唔下去嘅，包含从係服务业、百货业，还係情形係非常嘅惨咯。针对一部分呢，其实像经济部啊，韩国有行政院嘅官员，下一步嘅呢，咪认同民間嘅業者来沟通，来談價條需求係乜嘅，故所呢價條一擺就聽出嚟一條相關嘅措施。唔過呢，按用嘅補助其實係有相關嘅限制哦。佢講大上年呢，上限係2萬元，總共呢為時間係3年。佢會針對一條較健全嘅企業來做補助。而較健全嘅企業係乜嘅呢？佢要清楚聽出來相關嘅規定咯。佢講較健全嘅企業，佢意思呢就係講，喺疫情期間受到疫情影響，業績有減少到5成較加人，將係健全企業，將做對來做相關嘅也條補助措施哦。唔過呢，我補助嘅時間呢，調價呢要注意嘅，就係講呢，總定呢對一條員工要求加條來減班休息，假使要求加條減班休息，就了無薪假時節，也條就領唔到一條相關嘅補助金。咪總定呢啲疫情期間來同員工呢減時薪，就係講總定對員工相關嘅福利來減少，唔將做得量一條政府嘅相關補助。而呢，初步按算講，佢嘅28億紓困金額嘅預算規模會到100億元，減減嘅100億元按度，前少呢做得幫助到16.7萬3人，大部分係服務業，還有百貨業，也條為相關民眾都享受得到，前景呢係啲新嘅咧會開始啟動哦。三兩年啲關係呢相關呢政策措施過後，另外再過來看呢，啲草案部嘅時間呢，啲第三批咧對父輩嘅保機要對損壞來起比嘅，一般係用綠保機嘅方式來進行。你看到聯合報，喺聯合報當局呢就有一種太太嘅比樣機大用過，就有下電呢也係一台發紅嘅比樣機哦，就講第三批嘅保機總算真來嘅給留低父輩機片嘅民眾，對公年以前就一次留低機片，也下呢總算要再個做啲政府卡嘅。佢針對家條誒將來呢，也下政府一部分咪係非常嘅注意哦，因此你看到啲機場一部分相關嘅檢疫措施咪係做到東嚴條，因此你看到呢啲機場機片民眾等為登記嘅時節，都有一條防疫人員係做到規整呢，從防護傘、從批係非常嘅潮氣噃，帶領民眾來做相關嘅登記啊，相關嘅登記一條，啲機場一部分就係為做好防疫咧。咁呢關係下一條相關一條保機嘅相關信息咯。其實呢，一擺嘅第三批嘅保機，大家都幾經討論嘅當久嘅，就講內容是做日本家條真係嘅。總算呢啲草案部嘅時節，差唔多呢，本單呢一啲保機係按算啲7.54分嘅時節，我來起比。唔過呢就係講現陣呢有當人可能愛檢疫啦，韓國有相關嘅高層會好當久時節，故所呢一啲比樣機係拖到嘅8.58分，將來起比。本單嘅按算一台比樣機呢係愛再點230年來轉台灣咯。唔過呢下係有現陣相關嘅資格啦，韓國有種登記嘅問題，今年呢係再153年來轉來台灣咯。而比樣機項呢總共有4個台灣派過去嘅防疫人員，而比樣機項呢唔但想話依啲都啲空橋當局再同家條來量體溫，另外啲比樣機項聽數所有嘅民眾來做定防護傘，啲佢嘅將來台灣嘅高層當中，家條其實保護到東潮起步，防護傘咪韓國要從父母講一條都係地定，希望你留一條1700年嘅風險，愛來公道清底。那我哋其實從前一波嘅時間呢，啲中國國台版嘅片，未見堂講永年啲講，廿八夜台灣係用綠保機嘅方式，就唔係講從前兩擺係用保機直接俾到武漢嘅片，同年接上來。一般呢係去湖北嘅片嘅民眾，認真湖北幾經解封嘅，其他啲民眾喺自家去到上海嘅浦東機場去嘅片自家坐比樣機，雖然講呢先前家條限係愛登記，限係做得錯到 V 唔過呢湖北到上海嘅片主力動業，嗰種呢中國國台辦佢啲前一波嘅時間，沒有發出新聞講批評講佢哋台灣嘅政府都冇誠意啊，或者一條湖北嘅民眾按辛苦為做按驗，還會是按多錢咯。唔過呢佢針對亞普嘅批評，佢指揮官陳時中佢就有講到嘅，希望呢所有嘅軍人都做得安全嘅政府卡。認真講，以前嘅關係，其實一下對中國嘅片做得比到台灣來嘅機場一下將減少到5年哦，像係北京啊同上海一路做菜都係唯一本
运转加到转来台湾的机场，希望呢针对安用的第一个机场做好相关的检疫措施，其实呢对于台湾的保护真系清楚起呗。喺针对一部分呢城市中居住含有更多的包机呢，还有做好的清好的准备，含係唔但枪也不用听，假使呢也被损失，可能差来还会有其他相关计划来进行。都是指呢假使相关的高场都动损失，嘅几片的民众未做得来接触，可能呢夹到大家爱转播卡就唔是等按救的。唔过呢啲筹备时间呢，还係有发生一个事件哦，就是讲有咧中国太多几片的片面，其係加到台湾的云林鸦片来。唔过呢，認真夹到一下呢幾件風紀的中國線，故說呢其美冇。一下呢，還係冇量到台保證相關的證件都冇，其但向一下搶有台灣的護照，所以講呢，認真講也相關的證件冇準備好，故說呢，其啲籌備時間係冇辦法來籌備樣機轉到台灣鴉片來用，也係籌備發生的一類突發事件咯。都會緊逼緊安保時節，還係會有一台別樣機強會用方式，逼到送回幾片去，然後台灣的民眾接進來，希望呢都是節等到。中國態度一下談講，以前沒有簽下面每卡方呢，都是接一個民眾轉到台灣過後，可能加到沒做得轉到其他國家含係卡風險沒有。那我哋原來看到中國時報關係咩，也係壓到啲父輩台灣民眾權益咯，應對。頭版呢，當個亞總統呢，因就看到其他條啲比較幾紅情形，佢其他條呢唔但像係貴神呢，仲定一啲風水嘅豐富山，嘅面孔呢，咪為帶定亞嘅父母講，韓國有外開最咪係天朝為帶定呢，喺貴嘅高漲當中呢，其他條都係按用嘅總批來籌比樣幾哦，所以講呢，為冇按數種，唔過呢。對自家韓國有對人所有嘅人按用呢，真係前後嘅保護方法咯。呢關係咪一條相關嘅父輩民眾過後呢，另外再過來看，最講呢前幾年台灣有發生幾件台灣嘅本土感染個案，佢其中呢有幾件係都見盲查到感染人呢，主本大家是太有啲數，就少講呢台灣咁有可能會發生大規模嘅一條沙期感染事件咯。佢針對大家受理呢嘅指揮中心就要公布一條。相關確診案例嘅相關情形咯，因為其中呢一啲案268，一啲案呢就喺本城市中大拍講，因為講有的位複雜嘅民眾，認真佢一啲2年代時間就要出現相關症頭，因為期間呢就基本上可能幾擺，唔講呢都係3年代時間，將確定設備到，因為期間佢有氣內發通咯，佢有同內地人來接觸咯，一下指揮中心都含幾小啲嘅追查當中，因為就了解佢有許多像係金山，韓國有像烏來一條蔬菜老料，第二啲馬街時節起嘅喏，因為關心好。喺針對調查呢，嘅指揮中心主要講到嘅，一個按268，佢係啲2月29，佢啲下晝5點50分到6點54分，也期間呢，就去到金山路嘅，又去美好一點點咩來生育港叫啲幾片來示範咯。韓國有佢啲3月15到3月15今日嘅下晝，喺啲2點半到4點48分嘅時間，有許多烏來路嘅幾片老料。佢嗰時呢，咪係有啲蘆筍食東西啊，還有啲紅啊，一下呢，指揮中心就了解佢。總共有接觸人，也期間有同佢接觸人，風險卡講人，總共有449人，也呢其他都係自家來做自家。隔離同檢疫，海外自家注意自家嘅空間情形。也呢就同講，一啲按268有許多金山同烏來嘅蔬菜，一條鴨雜就是菜就東小就因為講，佢針對先前台灣發生疫情嘅時節，像係一條觀光區啊，像係烏來啊、金山路嘅蔬菜，也呢鴨子都幾件少，差唔多有3-4按多，也根本都冇買人敢去哦。也呢嘅指揮中心有講嘅一啲按268，係有許多嘅片老料，有講。可能會對家條身體造成寒啊太影響，所以講發係按用講，唔過幾片嘅鴨雜呢，寒係啲亞建議呢，就針對嘅亞類從係金山嘅區公所，佢啲草案部7點時節就針對嘅所有嘅金山路嘅韓國有從金山嘅人脈市場一部分來全面呢來進行小偷，韓國有從烏來路嘅啊一部分就係講佢啲籌備得到消息嘅時節，就幾件派人去到路嘅規嘅順風。
就是买东西的小菜啊，我从金温前呢一路所在来做大规模的小偷，希望呢安尼民众就唔是按姜漳州的继续去这片老料，可能呢对家条生活就唔会造成安太影响，家条怎有办法伫亚层疫情当中来继续挨下去哦。以上呢就引金币同大家来整理的新闻重点，佢有关金币关于今前的疫情发展，都会金币下注2点时间。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要来小块记者会的，向乡亲朋友而来继续来收听。